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26日。以赛亞書9章2節、6節到7節。行佇黑暗中的人，已經看見大光；生活佇死蔭的地的人，有光在照因。因為有一個嬰仔已經為着咱出世，有一個囝賜予咱。伊要負擔國政，伊的名要稱做賢明的導師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天父、和平的君王。伊的主權無窮盡，伊的和平無盡。伊要做大筆的寶座，繼承伊的王國。伊要用公平正義，互國穩固建立。對即時直到永遠。上主萬軍的統帥的熱心一定會成全這個事。感謝主，佇主降生進前700年，佇先知的書以賽亞書中間，就已經預言一個要來的彌賽亞，要救百姓來脫出所有的苦痛。這個要來的拯救者，伊要稱做賢明的導師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天父、和平的君王。也因為呢，咱看見救主基督降生，就是要實現這個預言。讓咱能體會救主耶穌基督的出世，是要帶來予咱永遠的盼望。願主時刻甲你撒個地，耶穌聽你，賜你